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我们在教会在这边一起有这么好的敬拜。我首先如果先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我们基督徒有几个家？基督徒有几个家？有人说3个家，哪3个家呢？狡兔有3窟，我们基督徒有3个家，很好。那是哪3个家呢？天家教会属灵的家，还有一个什么是家？国家。那这样的话应当有4个家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亲情的家吗？不是吗？好，没有错，我们基督徒严格讲起来是有4个家才对，应该是一个亲情的家，一个是属灵的家，教会，一个是我们的天家，当然我们也应当有一个效忠的国家，对不对？那这4个家其实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年日，甚至于到永远离开这个世界那的家，那都跟家有关。所以显然的家应当是我们的最爱，因为它贯穿了我们的今生跟永生的居处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今天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是我们在地上的家，还有在教会的属灵的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关心的这4个家，特别是我们生活上花时间最多，我们平常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的教会跟所谓的亲情的家。可是今天我们发现到，我们亲情的家，尤其是在这种1世代的冲击之下，普世都面临到所谓的家庭的危机的问题。台湾家庭的破碎率、离婚率已经高到将近是全世界第3、亚洲第1高了。在我们的台湾社会，现在这个家庭破碎失分的人口呢，有差不多50万个人。如果把家人算在内的话，将近有350万个人，他是受害于这一种所谓的家庭破碎的情况。那怎么我们最爱的亲情的家，我们今天搞到变成这样子呢？有的时候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到，他们这些结婚的人女一定在婚前新婚的时候，一定是爱得不得了，对不对？如果套一句亚当对夏娃讲的话，他们一定是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我们2个人成为一体。”可是看他们现在经营婚姻的那样子的痛苦，相处的那么的难过，我不得不说，怎么现在的很多人的婚姻变成你是我骨中的骨刺，那你呢？你是我肉中的肉瘤当然，婚姻的相处、家庭的经营，我们要一辈子的努力。我常常说有2句话：家庭生活是一生的学习，家人的亲情是一世的珍惜。可是我发现到很多的人常常结婚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要离婚，可是为什么后来离婚了？或者是就像说我们很多人没有离婚，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敢问你们，说你们虽然没有离婚，假设你们对婚姻很确定、很满意的，请举手。我不要你举手了我只是在心里面问你们就好因为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那个时候比较年轻，那么真的是逼着要他们举手，结果呢很难堪，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从那时候起，我连在教会都不敢问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的要你们回答心里面这样一个问题神要我们经营我们的婚姻家庭，绝对不是要我们忍受，而是要享受。这个也不是我说的，传道书讲了一句很好的话，说在那个劳苦劳碌的年日里面，有一件事情他特别强调，当和你的妻，和你的配偶，当和你的家人怎么样快活度日。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日子难过，可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我们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叫做苦中作乐吗？今天有很多的人只能够同甘不能共苦，很遗憾；有一些人只能够共苦不能同甘，很可惜。但是神要我们不管在逆境、顺境、外在的环境，因为家里人的凝聚在一起那个爱，我们可以怎么患难见真情，逆境可以靠真爱度过在世上的年日，而且是享受上帝对家里的祝福。如果你要问我一件事情说，到底最多慢慢的影响这个家庭之间的人的相处原因最主要是什么？我最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想到了一件，也许跟我们大部分人都也有相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出门都在为生活打拼。请问为生活打拼的目的是什么？我有时候听到有一些太太在骂丈夫们哈，我常常制止这种太太讲这种话。他们怎么骂丈夫？你们不知道有没有骂过哈？啊，你讲干那够赚钱啊，不够给有没有？那你只顾赚钱不爱家。我说太太，拜托，这句话不太对呢。因为照我的了解，哪一个人出去赚钱不是为了爱家？你说对不对？哦，所以你们最好不要随便讲这种话来挖苦这些赚钱的。当然，现在也有双薪的家庭，太太也是一样。好，可是呢，我也常常会提醒赚钱的人，特别是丈夫们哈，其实太太讲这样一句话，有一半也是对的，因为他知道说你本来是为了爱家出去赚钱，可是呢，为什么太太会讲出这么重的一句话？因为很多人忙着生活的需要，忙着赚钱，可是呢，就离家越走越远，有没有？然后变成好像是无止境的在那边追求世上的财物，所以才会让孩子、让配偶产生那一句抗议的话，说你只顾赚钱，不爱家。托尔斯泰这个文人，他有一个遇到短文的故事，提到说有一天有一个小康之家的一个农夫，他们4代都是帮地主耕种农地。有一天他们在无意当中呢，接待了一个陌生人，盛情的接待。结果在这个陌生人离去之前呢，才表明他的身份，原来他是一个天使。那为了要谢谢这个农夫们这样的招待他嘛，所以他说你们可以许一个愿。结果农夫一瞪眼就很有默契，就说啊，我们只希望能够拥有一块小小的农地就好了，因为世世代代都是帮地主当佃农。啊，那个先知就跟他讲说，那很快很容易啊，来，你现在往你家的前面就走吧，只要你能够走过的地，就变成你的农地了。诸位，你有没有听到刚才那个农夫向天使请求的是什么？说只要拥有一块小小的农地，能够当一个小地主就好了，有没有？所以他听到那句话，就开始往前面的路一直走，为自己走一块地，为太太走一块地，也为老大、老二、老三、老4，他有4个孩子。哇！突然走到远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还心里想：哎呦，有没有搞错？我一夕之间，我变成一个大地主了。今天走那么多的地，有没有？正在高兴的不得了的时候，说：哎呀，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天使跟他有一个约定，你走过的地要变成你的农地，必须要你在太阳下山之前，你要走回来。他巴不得能够用飞的，可是不会飞啊，只好拼命拼死命的这个往前往回头路冲回家。结果在离家不到6公尺的地方啊，他就怎么样？就心脏衰竭死掉了啊！当初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这个托尔斯泰是很残忍啊，把这个故事描述的那么的感伤哈。可是你再好好的想这样一个遇到的故事。其实他就是在提醒刚才我所说的，很多人就是像这样。你看这个农夫出去走地是为了爱家嘛，对不对？但是他本来只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小地，能够小康就好了。其实他本来就是小康，虽然当人家的佃农，
可是是想说提升一下生活的水平，这个也是好事，有没有？变成一个小地主。可是人常常就是像这个农夫一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会觉得满足，所以就越追求本来是生活的必需品，到变成追求我想要的东西，再加上有的时候我们的虚荣，再加上还有我们无止境的欲望，到最后真的就离家越远，远到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经营他的婚姻，妻离子散，夫妻反目成仇都有哈。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被一位朋友邀请去参观他们这个新买的，他们称作豪宅哈。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豪宅，所以带着蛮好奇的，想要去参观这样的一个人买的一个豪宅。那天我终于了解了什么叫做豪宅，原来豪宅就是要花45分钟你才可以参观完毕啊。你如果去我们家，大概1分钟你就可以看完，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豪宅啊。可是那天我心情很沉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豪宅的女主人接待我们，你可以想象，我这个连不太懂艺术的人，我也哇，然后家具很漂亮，那更何况我的太太，她比较有这种艺术细胞、欣赏细胞。可是我注意到，这个招待我们的女主人哈，怎么那个表情很不对劲？你可以猜想有没有？你接待朋友。参观你的豪宅，又人家称赞你很多很多的家具啊、摆饰啊这些建筑，那个表情用讲白一点，那抠贵宾啊，那个苦瓜脸有没有哈？很不对称，你一定也看得出来很奇怪。好了，我们参观完毕了，就在一个很大的什么的那个餐厅啊，他说泡茶要请我们喝啊哈。那我们还没有开始喝的时候，这个女主人讲话了，她说：“游牧师们，你们千万不要羡慕我们住这种豪宅。”她自己这样说。然后讲下面那一句话，他的表情我学不来，但是你可以猜想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其实只不过是住在冰宫。你知道那个冰的意思吗？压冰的冰啊，冰块的冰啊，我说原来如此啊，我真的很难想象住这么大让人很称羡的这个豪宅，可是竟然女主人自己这样说，不要羡慕，千万不要羡慕。我们其实很痛苦，我们是住在一个怎么样冰冷的宫殿一样。我一个大男生开车很少这么浪漫了。那一天离开他们家，我就一手握方向盘，然后右手禁不住的就伸去握住左边我太太的手。我的太太还提醒说：“开车啊，你干嘛？”我说：“没有，我现在很感动，想要跟你讲一句话，那就是说，参观今天这个朋友的豪宅以后，我特别感觉到我们家很幸福啊。我们虽然我们家只是1分钟不到就可以看完，可是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有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家。所以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住豪宅，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开好车。问题是你怎么得到这些东西？再来就是你得到这些东西，你有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还有呢，你得到这些东西，你是为了你享受吗？还是你说主啊，谢谢你赐福我这些东西，让你来使用？那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有一次我一个教会他周末办一个礼拜5、礼拜6的家庭的讲座，然后礼拜天主日崇拜像今天这样，请我来讲主日崇拜的信息。然后牧师说，为了要礼拜5、礼拜6讲家庭的这个专题呢，他们说他们这次不想要安排在礼拜堂，要安排在一个弟兄的家。我说很好啊，讲家庭的专题在家庭很好啊，而且呢，更容易邀请社区的朋友来，对不对？那我就顺便问说，你们打算有多少人来参加？他说大概100个人。我说是不是连小孩子100个人？他说不是，大人大概100个人，小孩子大概50个人。那我又一听有一点担心因为我的了解。一般人的房子大也没有大到可以有100个大人聚会，还有50个小朋友，那不会很乱吗？牧师说没有关系，你来看就知道哇，吓我一跳！第一天晚上大概110个人来聚会，大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的家那个客厅那个设计真的像礼拜堂一样，而且那个灯光音响也不输我们礼拜堂
哇，完毕以后我就迫不及待的要见这个主人啊。那这个主人就跟我做见证啊，他说：“哎呀，我们6年前才信主，太可惜，太晚信耶稣了啊。但是呢，他说3年前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本来有这一块地，我们想要盖一个豪宅，要来所谓的养老、享受晚年哈。可是我跟我太太我们有一个感动，我们就跟那个建筑师讲，我们说改变以前的那个设计，不是要当做豪宅，而是要当做我们的家。”他说什么随便你设计，但是最主要他要求一件事情，就是要能够设计一个厅，可以最少有100个大人舒舒服服聚会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厅，可以让小朋友50个人在那边打打闹闹玩耍的一个空间就好了啊。你看神会不会喜悦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了，对不对啊？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看到一个卖房子的广告。我想，如果你看到这个广告大牌看牌，你大概也会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那个风景漂亮，房子漂亮啊，哇！而且在房子的面前，那他拍照了一家4口啊，牵着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幸福、很美满的一个小家庭啊。然后只有一句广告的台词，他说什么？这是你梦想的家。那如果他用英文，那就是说 ，This is your dream home。他说这是你梦想的家。果然不出所料，这个房地产卖得非常好。可是后来我仔细想一想，广告是成功了哈，可是照理说这个英文用的不太对。你看，你们当中有没有当房地产的人呢？房地产做生意的人凭什么卖一个人的家呢？英文应该要写说 "This is your dream 什么 house"， 对不对？他是卖房子，有没有？他应该说这是你梦想中的房子。可是我很佩服这个广告，把一个字英文用错了，可是他就是知道人的心。因为每一个买房子的人，他也知道他只能够买一栋房子。可是每一个人岂不是想要说，我买了这一栋房子，我们家搬过去以后，我们家美满的会更美满，不美满的也会很美满，好像是这么一个梦想，有没有？不，房子是用砖块石头造成的，但是真正的甜蜜的家是需要用爱跟用心去建造的。绝对不是你买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你就会妥当了哈。以后我们的家就会改变，不见得。今天更可惜的是什么呢？更可惜的是，很多人本来是拥有一个 home 一个家，可是慢慢就变成只剩下一个 house， 变成一个房子。有些人只是房子大一点，他收藏的家具贵重一点。我说很抱歉，有一些人的 house 就变成 warehouse， 只是在收藏高级的家具的地方，变成像仓库一样。我们的家，上帝设立的这个家，绝对不是要收藏家具的仓库，而是要让我们享受亲情的居处，不是吗？诗篇这个传道书也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宁可吃素菜彼此相爱，远胜过吃肥牛彼此相恩。记得当时的人吃素菜表示怎么样？家境贫穷；吃肥牛表示家境富裕。所以圣经说，如果我们家境贫穷，可是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远胜于那一些富裕的人，可是他们彼此相恨。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吃肥牛，有没有财富丰富，神祝福，然后又彼此相爱，当然不要忘记，这种家庭每天晚上要举行感恩礼拜但是神的话语就是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兼得的话，一个有智慧的人的选择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是更重要，那就是宁可我们生活平淡，但是呢，我们宁可小康。我们虽然不富足，可是呢，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就是所谓的亲情家最宝贵的地方。那我说我们要将心归家。那将心归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享受
最爱。今天有多少人，你回到家是有家归不得，或者是有家不想归，或者是你归家了，可是你的心没有在家，那这个家就还没有成为你的最爱。家要有最爱，一定要有彼此相爱，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我看我们今天当中有年轻人，我们也有长辈。各位不要忘记，我们真的在地上的年日，转眼就成空了哈。就像诗篇90篇提到的，我们的一生像叹息一样。我跟郑牧师，我们是在中原前后期的同学，我们离开中原都超过40年了。哦，我不知道郑牧师跟我们还有没有个40年，我在想大概不太可能，最少我们家的这一边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活超过80岁的，我们没有这个基因的哈。当然我不知道，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你看诗篇提到什么？提到说我们的一生是年日是70岁，如果健康可以活到80岁。我们今天大概再增加个10岁，大概也没有夸张。我们说我们一般的年岁可以到80岁，如果健康可以活到90岁。其实啊，我在猜想哈，现在大概90岁已经满街的事了，有没有？哦，是医学已经告诉我们，平均寿命已经高到超过80、90、85了，都有了哈。可是不要忘记哦，这个平均寿命，就算你能够活到100岁，也是很短暂，记得。哦，就转眼就过去了，有没有？哦，转眼就过去了。去年我在台中，我的家乡有一个教会讲道啊，有一个竟然看到我小学这个的同学了哈，哇，他好高兴的握着我说哇，我们已经超过将近60年没有见面了哈。然后他就问我说：“哎，老叶，你明年要不要回来？我们这一班那个想要办一次60年毕业以后60年的什么的这个校友会啊。”然后他还是会强调特别是鼓励西代孙子辈的来参加啊。我说我这个很了解，我们这个60几岁的人哈都很在乎这个孙子嘛哈。哎，可是我说但是你们怎么没有提说欢迎西办及孙儿女们参加哈？哦，他说：“哎呀，老叶，我们这班的同学已经有不少人已经不在，已经怎么样，不在世上了啊。还有很不多的人已经都离婚掉了，所以我们好几年前都校友会都不再提什么西办参加了。哦，哎呀，我一听真的是有点难过。一方面是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因为没有想到班上有一些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哦，而且听他的口气。”还不少，他所认识的人都已经分手了哈，所以你看看，平均寿命就算能够到100岁还是很短，但是更糟糕的就是什么？更糟糕的就是平均寿命绝对不是保证寿命，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说，哎，平均寿命是我的保证寿命哈，现在假设我们说台湾有一天平均寿命可以到85岁，换句话说，你如果健康一点活到100岁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我再说一次，平均寿命不是保证寿命，不然的话，在急诊、加护病房，怎么会有40、50岁、20、30岁、20岁的人都有呢？对不对？所以根据诗篇90篇这样的提醒，我们人生短暂，难怪12节提醒我们什么？说我们要常常数算短暂的年日，常常数算年日。有一本翻译的圣经还特别加上短暂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跟今天早上有关的主题，我就想到说，摩西要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的心，最重要就是什么？要好好的珍惜亲情，好好的珍惜亲情。你看我们在这个葬礼，每一次参加这个葬礼，看那个会场都布满很多很多的鲜花，很漂亮，有没有？很高贵的鲜花。可是有的时候我参加葬礼，有的时候主持葬礼。我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个纳闷呢，就是说，哎呀，今天会场又是这么多漂亮高贵的鲜花，可是躺在棺材这一个人，不知道生前家人有没有送过1朵给他？我敢说，可能很多死去的人从来生前没有接受过家人送1朵花给他，你说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天这些鲜花有什么意义呢？还有在葬礼最让人感动的、感伤的，就是说出对死去的人的追念、感念。感恩的话有没有？
讲的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们听的人也难过得很，感动得很。可是有的时候我也很知道，甚至有一些家庭我都还知道更惨的，就是说这些话不单单生前没有听到，听到的都是另外一面的话。然后今天在葬礼才讲这些话，就算是真的话，可是呢也没有用，因为这个人已经听不到了，有没有？诸位，这个叫做智慧的心啊，这个叫做将心归家，及时享受亲情，及时享受那个最爱。我的岳父岳母相继都在这几年过世。我的岳父活到93岁，其实算是蛮高寿的哈。尤其他后面有10年跟这个癌症这个争抗啊，真的很辛苦啊。那么家人也很孝敬的照顾的老人家。那我还记得在这个葬礼的时候，我主持这个葬礼的时候，当然家人就一方面也安慰师母，一方面呢也说，哎呀，他真的是很高寿啊。可是我发现到所有儿女当中，我的太太特别难过啊。那我发现为什么爸爸年纪这么大，而且10年的这个癌症，家人这么好照顾，神接走了，还是那么难过呢？我从我的太太的身上感受到有一点，那就是说，当我们最后一个老人家，我们的父母离开家里的时候，原来我们以前都以为孤儿都是那个可怜小小的孩子哈。突然我那天突然感受到，看到我的太太，真的，她就变成一个60几岁的孤儿了。在地上，她就永远没有再看到，也没有可以叫到她的爸爸跟妈妈，所以这岂不是提醒我们，我们对年长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小孩子小，不要以为好像他们一辈子都长不大，很快他们就要离开我们，有没有？要珍惜。还有呢，刚才我们说，人生就算能够活到100岁也是短暂，更何况还有无常。我今天早上打电话回去，我的太太跟我说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她的弟弟也是一个牧师，然后他的弟弟的太太的一个弟弟，在台湾一个名校当教授，因为暑假嘛，就带着全家到夏威夷，那么很高兴的去度假，有没有？结果昨天他的这个我的弟妹，我太太弟妹的弟弟，一个教授，就在这个夏威夷游泳的时候溺死了。那现在全家人从全世界赶回去，尤其是家里还有一位90岁的成功大学的退休的老教授，在家里。他大的儿子在中国大陆讲学，现在正赶回去要陪伴爸爸，因为还不知道怎么样跟爸爸讲这样一件事情。各位，这个真的就是我正在最后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早上电话又提醒了这一件，我们真的是人生无常。诸位，会发生在别人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的是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一个聪明的人知道说，我们要及时珍惜，及时把握。到有一天，就像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们不会遗憾。我们不会遗憾。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教会的家跟亲戚的家是一体的两面。神借的天父的爱，主耶稣的宝血，吸引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来到这个教会，称作属灵的家。这是何等美的事情！所以我们来我们的教会的属灵家，也是要享受这个归家的这一种爱，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回到属灵的家，在这边得到属灵的造就、信心跟信仰的被建造，目的是要我们要勇于好好的再回去我们的亲情的家，去怎么样去享受，或者是你说我们家哪里有享受？好，那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向家人见证神怎么样改变我，向家人传福音，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能够怎么样，最亲的亲人也能够享受到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一起还在天家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向家人传福音，普遍我们都说不容易，
可是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在属灵的教会，我们的家，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我们被建造了，然后我们回家变成是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太太、更好的父亲、母亲、更好的儿女，难道看到我们的家人信耶稣，真的那么困难吗？当然我说，就算我们有好的见证，还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接受圣灵的感动。但是那个部分是圣灵跟这个人的关系。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在属灵的家，我们生命被建造成，我们也变成是一个更爱家的人。我知道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虽然他浪荡，可是他最后不单单浪子回头了，回到天父的家，回到父亲的家。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浪子经过这样的调教，经过这样的历练以后，他就变成慈父了，有没有？我也很盼望说，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人来到教会，我们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都变成新的，旧事已过了。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新的生命回到我们亲情的家，我们好好去爱我们的家，去影响我们的家，去见证神在身上有的作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真正的不单单是已经将心归家了，而且我们是享受这个最爱，而且呢能够改变这个家庭。我个人最感谢神的，就是救恩临到我的哥哥，然后他带我到教会。我最后讲一件跟我今天主题有关的一点点的见证。我因为成长的家庭是一个不正常、不幸福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从小真的是很痛恨这种，一想到家庭我就很不舒服，就很讨厌啊。可是很奇妙，我高二下学期受洗的时候回到家，竟然在那个晚上我睡觉之前，我开始很自然的就为我的未来的婚事祷告，好像内心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种好向往。虽然我成长在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家，可是主啊，我谢谢你，我好像很期待我自己拥有一个好的家庭，有没有？所以我真的从那一天到我结婚之前，每一天都为我的婚事祷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在教会的属灵的家找到了天父，回家了。可是在天父的家，他改变我，让我也看重我在地上亲情的家。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所以我最后也提醒我们在座如果有一些未婚男女啊，你们在寻找未来的配偶，不要忘记，除了各种条件以外，还要确认他跟你一样是一个爱家的人，他一定要是一个爱家，尤其是爱亲情的家，也爱你们共同属灵的家教会。如此，我们就真的一辈子就走在享受我们最爱的这种家庭生活，然后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回到天家，继续享受上帝永恒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在我们结束我们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感动，因为知道你设立家庭，你也爱我们去享受这个家庭的生活，甚至于能够让家庭成为见证的出口。求你在我们的属灵的家、教会还有亲情的家，继续的做主做王。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离开这个地方，回到我们亲情的家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回家的，而且我们是看到我们有可能让我们的家更蒙恩更蒙福。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圣名，